咁跟住落嚟就係第6條啦。咁呢條題目又係講緊 x、y 有相同嘅 absolute magnitude，但係個 x 咧，佢望落去就光過個 y 4倍咁多。咁就問你個 parallax of x to y。咁我哋知道 absolute magnitude 咧，其實就係 luminosity。咁 luminosity 除翻個 distance， 除翻個 distance 嘅 square 就會等於翻個 intensity 啦。咁睇翻啦，就係又係代翻啲式。咁 L 咁啊計 x 先啦，計埋 y。咁咧又係上下除一除啦，咁就會知道咁 dy 比 dx 咧2:1。咁個距離 x 距離個觀察者同埋 y 距離嗰個觀察者個比例係1:2。咁而家個題目問 parallax 咧，其實係等於1 over 翻個 distance， 即係同個 distance 成反比。所以咧，當 x 比 y 嗰個 distance 係1:2，咁 parallax 就為2:1。咁答案就係 C 啦。